大家好啊！今次日本7日6夜自駕遊之旅，將會探索神奈川、靜岡、山梨縣多個主要嘅旅遊熱點。神奈川就包括會有今集嘅橫濱同埋鐮倉。至於箱根啦，同埋位處靜岡縣嘅御殿場市，就會喺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。另外，仲有大家非常熟悉嘅河口湖啦，同埋山中湖嘅。咁行程緊湊啦，幾乎係一日一個城市，所以今次真係玩到盡啦！凌晨機去，凌晨機翻，朝早2點半起飛，6點半左右到達成田機場，攞完行李之後咧，就出到嚟上落客嘅位置啦，聯絡翻租車公司安排接送去到呢個攞車嘅地點嘅。咁今次我哋就經 Klook 去預訂啦，7日嘅租車費用大概係港紙1500蚊左右。咁檢查好部車嘅狀況冇問題咧，就可以出發噶啦。由成田市揸到去橫濱市大概係需時1個半鐘左右嘅，揸咗個半鐘頭車嚟到啦，第一時間就梗係要醫下肚啦。我哋試咗一間非常地道嘅回轉壽司，鋪頭面積唔係好大，咁所有嘅壽司都係即叫即做噶。壽司嘅類別分咗幾個價位噶，最平啊150yen開始，200幾yen、300幾yen，再去到600幾yen，唔同級別嘅壽司都有噶，選擇種類都唔少。落完單之後咧，就會有職員奉上麵豉湯啦。壽司嘅材料都尚算新鮮噶，整體嚟講個質素都唔錯。500yen樓下嘅價位嘅壽司咧，性價比就比較高一啲，反而價錢貴啲嗰啲壽司就視乎個質素未必係好到位啦。所以建議大家都係主力揀翻啲中價位嘅壽司嚟食。我哋咧就叫咗總共16碟嘅壽司啦，埋單總價係4600 yen 左右噶，折合港紙人均消費係120蚊左右，咁咧都算係非常抵食噶，平過食真鮮嘅價錢，可以食到壽司郎嘅質素。食飽咗，我哋喺附近行下啦，就發現咗一間幾特別嘅咖啡鋪頭。咁呢一間專賣咖啡豆嘅鋪頭裏面咧，咖啡豆嘅種類選擇非常多，而且仲有大量新鮮嘅咖啡豆可供選擇，價錢上亦都唔算太貴。如果咖啡唔啱嘅朋友咧，都唔緊要噶，因為咧佢哋都有非常多花款嘅花茶啦，選擇口味都非常多元化噶，主要係以一啲水果茶同埋花茶為主嘅。之後咧，我哋就喺高島屋附近行咗陣街，行咗一陣之後咧，就揾咗一間甜品店坐低飲杯咖啡食件 cake。呢間甜品店室內嘅環境咧都有種歐陸風格啦，甜品咖啡有套餐選擇㗎，價錢就比較實惠一啲啦。不過咧，餐飲嘅種類咧就選擇有限啦，所以我哋決定都係散嗌。咁一件拿破崙同埋一件 Tiramisu 啦，咖啡就嗌咗一杯愛爾蘭咖啡同埋一杯普通嘅 latte。咁咖啡嚟講咧就真係中規中矩，冇乜特別啦。但係日本人整嘅甜品咧真係超級好食啊！呢件拿破崙做到層次鬆化，咁 Tiramisu 咧都有非常之濃烈嘅咖啡酒可可味啦。咁橫濱站附近咧有大量嘅停車場啦，所以咧我哋咧拍咗幾個鐘都只係需要1500 yen 左右㗎。去酒店 check in 之前咧，我哋就喺AEON度行咗一陣啦，咁就買咗啲士多啤梨啦。當然啦，如果你訂嘅酒店有廚房嘅話咧，仲可以買啲和牛翻去煮嚟食嘅。皇位價錢真係好平，好抵食。我哋今次入住嘅 Square Hotel 咧就位處於橫濱嘅海邊位置㗎，由剛才高島屋揸車過去啦，大概係5分鐘左右嘅啫。check in 大堂位處於酒店嘅頂樓位置啦，大堂設有一個日用品嘅補充位置㗎，可以俾客人去索取一啲梳洗用品啊，同埋個人護理用品㗎。咁另外咧，亦都會有一啲茶葉俾大家去沖杯茶飲下嘅。旁邊咧仲會有一部咖啡機添。酒店大部分嘅房間咧都可以面向海景位置噶，咁我哋今次入住嘅房間都唔例外嘅。房間咧整體嚟講，比起一般嘅普通酒店咧都要大同埋寬敞噶，環境整體上個設計裝潢都幾舒適，外望一半嘅海景啦，同埋一半嘅橫濱市景嘅。房間另一邊牆咧就會係電視機啦、雪櫃啦同埋書台嘅位置，玄關嘅位置亦都有足夠空間擺放行李。洗手間方面咧，浴室嘅面積有淋浴同埋浸浴嘅位置噶，廁所就位處於另一個間隔裏面。執拾好行李之後啦，咁我哋就沿住海邊一直行啦，前往橫濱其中一個主要嘅歷史景點啊，咁就係紅磚屋啦。沿途咧會經過一個超巨型嘅摩天輪啊，同埋可以欣賞橫濱沿海一帶嘅風景。
咁橫濱唔少地方嘅櫻花已經進入咗完全盛放嘅階段啦，所以隨處都可以見到非常之燦爛嘅櫻花㗎。入夜之後嘅紅磚屋咧，外牆咧就有打燈嘅效果啦，喺亮燈之後咧就令到紅磚屋更加充滿一種神秘嘅古老色彩啊！咁紅磚屋以前其實係一個貨倉嚟㗎，現時就已經改裝成一個集飲食啊、購物啊同埋娛樂於一身嘅文創區域，就有啲似比較大一啲嘅香港嘅 PM 咁樣啦。咁好多文青嘅商店啦，商店裏面咧亦都售賣住各種唔同類型嘅特色產品啦，同埋一啲紀念品嘅。另外咧，亦都會設有一個幾大型嘅 food court 㗎。咁裏面咧，除咗日式料理啦，仲有其他唔同款式同埋地方嘅菜式㗎。此外咧，紅磚屋裏面仲有唔少嘅打卡位置啦，保留咗當年嘅原汁原味感覺。咁離開咗紅磚屋之後咧，大家可以一直繼續向前行，就欣賞呢個橫濱璀璨嘅夜景。咁你甚至可以乘搭呢個位處於鬧市中心嘅纜車，以一個較高空嘅位置欣賞城市嘅景觀。今晚嘅晚餐咧，我哋就會試下呢一間牛鍋啊。咁咧，佢係一間食壽喜燒嘅餐廳嚟㗎。穿過一條非常有儀式感嘅木製時光隧道咧，就會嚟到餐廳嘅室內位置啦。呢一間咧算係當地頗為知名嘅壽喜燒餐廳，感覺非常傳統，提供多款唔同類型嘅壽喜燒套餐俾大家去選擇嘅。咁大家可以根據自己想食嘅去選擇翻唔同價位嘅壽喜燒套餐。咁我哋就試一個比較普通嘅大腿肉啦，同埋較為上等嘅腰部肉套餐嘅。先係比較普通嘅嗰一款牛肉啦，個質素都相當唔錯，油脂分布平均啦。咁當然啦，較為上等嘅嗰一款牛嘅肉質咧，就梗係更上一層樓啦。套餐咧亦都會配搭咗少量嘅蔬菜啦、豆腐啦、粉絲等等嘅。咁第一個咧個套餐咧，職員就會示範一下點樣烹調啦。第二個套餐就可以自己落手去煮噶啦。牛肉嘅質素整體嚟講真係相當唔錯㗎，壽喜燒嘅湯底啦，味道咧亦都啱啱好鹹度適中。套餐亦都有啲前菜啊，同埋麵豉湯㗎，以及係一碗飯。甜品方面咧就可以揀返呢個柚子雪糕啦，同埋一杯熱茶嘅。叫咗兩個套餐啦，埋單總價大概係13,000円左右㗎，人均消費大約係港紙350蚊，咁都算係物有所值嘅。食飽咗之後咧，我哋就繼續向前行啦。大部分建築其實都仿效咗紅磚屋嘅設計㗎，裏面咧其實啲大型嘅商場啦，而且咧呢一度仲有一間濃縮版嘅當期啊。咁呢一種當期人流相對上比較少一啲，要退稅嘅時候咧都唔需要排長龍嘅，主要都係售賣一啲個人護理嘅產品啦。咁包括喺啲護膚嘅精華面霜啊等等啦，多款唔同嘅面膜啦，同埋一啲比較方便攜帶嘅輕便裝香水啊，全部都幾抵買㗎。翻到咧酒店之後咧，就可以食翻今日Aeon買嘅士多啤梨，真係超甜、超香、超好食啊！然後咧再用酒店提供嘅肉鹽浸翻個肉，今晚就好好瞓啦。嚟到第二朝早，同大家睇下酒店嘅早餐有啲咩食啦。咁自助早餐咧就位處於大堂嗰一層啦，同樣都享有非常遼闊嘅景觀，環境都算係幾舒服嘅。咁早餐主要以西式、日式為主嘅，多款嘅沙律配菜同埋一啲冷盤啦。另外熱盤方面都有漢堡扒啦、雞扒啦、香腸啦、炒蛋啦，以及係唔同嘅魚類炸物等等嘅，都有啲水果啦、甜品啦、乳酪啦，同埋啲穀類早餐，仲有幾款麵包嘅。咁最好食咧就係佢哋嘅鰻魚啊！每次 refill 完冇耐咧都俾人搶晒。咁飲品咧仲有多款果汁啦、冰茶啦，想飲熱茶都可以揀翻一個自己中意嘅茶包沖嚟飲下㗎。咁我咧平時早餐就習慣咗會飲杯齋啡嘅。早餐嘅選擇種類都唔少㗎，整體嚟講算係幾好食嘅。食飽咗之後咧就 check out 啦，然後就出發前往橫濱另一個主要嘅景點，就係三溪苑啦。由酒店過嚟嘅路程啦，大概係需要20分鐘左右㗎。咁三溪苑咧其實就係一個佔地面積超過17萬平方米、地形高低起伏嘅日本庭園。巧妙佈置咗多款唔同嘅歷史建築喺裏面嘅，咁公園裏面咧總共有17座嘅古建築啦，當中10座更加被列入為重要嘅文化遺產。經過主要入口咧，就會見到一個超大嘅人工湖啦，平靜如鏡嘅湖面再配合埋湖邊嘅櫻花倒影咧，成幅畫咁樣啦。
三溪苑裏面咧都設有啲博物館啦，同埋啲茶室可以俾大家坐喺度欣賞呢個優美嘅環境，休息一下噶。而家眼前所見到咧，就係呢個叫做內花園臨春閣，係一座約350年前由德川家族所興建嘅別墅群啊。咁其實就係當年啲皇室御用嘅行宮之一。四方畫面都俾非常茂密嘅樹林所包圍，附近一啲基礎嘅設施咧都得要保留落嚟啦，包括啲亭台樓閣、小橋等等，全部都保留咗當年嘅風貌，而且保存得非常完整嘅。沿住湖邊繼續向三溪苑嘅內園行入去咧，咁我哋就會見到更加多茂密嘅櫻花樹啊！咁正值4月初橫濱嘅天氣已經開始暖和啦，唔少櫻花樹已經全開狀態啦。旁邊咧仲有一間茶寮可以俾大家再休息一下，繼續行噶。成個三溪苑嘅每一個角落咧都非常之適合打卡噶。不過當日嘅天氣就麻麻地，如果喺陽光普照嘅影射下，相信啲櫻花會更加靚。不過另一方面睇細雨濛濛，亦都有另一番嘅意境。行完三溪苑咧，我哋就離開橫濱，前往下一個目的地鎌倉啦。由三溪苑揸車過去鎌倉，大概需時半個鐘左右嘅啫。鎌倉大街主要有3個鳥居貫通噶，位於二鳥居同三鳥居中間嘅呢條行人專用道咧，稱為斷角。左右兩邊咧都種滿咗非常之茂密嘅櫻花樹噶。正值踏入春天櫻花盛放時期啦，呢一條路真係非常之壯觀，值得打卡指數真係爆燈噶。櫻花路旁邊有唔少嘅商店，大家有時間可以慢慢行嘅。咁而櫻花路嘅末端就係第3個鳥居啦，會通往鎌倉最重要嘅歷史景點之一鶴岡八幡宮。咁呢度都有啲日式嘅庭院啊，不過比起當才嘅三溪苑咧，就真係相對上遜色一啲啦。整體格局嚟講咧，同普遍嘅日式寺廟神社差唔多。鶴岡八幡宮又稱為鎌倉八幡宮。咁呢一座神社咧係供奉住武家源氏鎌倉武士嘅守護神，已經有將近1000年嘅歷史噶啦。原址其實係本身位處於京都噶，幕府將軍將佢搬至現址嘅，並進行加建，令佢成為當時鎌倉幕府時期嘅一個中心點啦。咁行到咁上下有啲肚餓啦，我哋就喺櫻花路旁邊揀咗一間咖啡店坐低。咖啡店裏面咧有多款嘅咖啡可以俾大家選擇噶，主推幾款嘅窩夫同埋三文治噶，咁價錢上咧都唔算太貴嘅。當然啦，亦都有其他嘅甜品可以俾大家選擇噶。我哋就叫咗一個窩夫啦，同埋一個三文治，以及係咖啡。咁最好食咧就係呢一款嘅芝士三文治啦，裏面有多款唔同嘅芝士混合配搭而成嘅，超級邪惡但係超好食。窩夫咧就比較一般一啲啦，有紅莓同埋芝士喺裏面。至於呢2杯拉花嘅拉斜咧就普普通通啦。我哋食飽之後咧，就發現隔離有一間評分幾高嘅甜品鋪頭㗎，入邊主要售賣各款嘅蛋餅、蛋卷同埋蛋糕，咁口味種類都非常之多㗎。我哋就買咗少少翻去試下。好啦，2日1夜嘅橫濱鎌倉之旅分享就差唔多啦。其實橫濱呢個地方咧都值得大家慢慢去遊歷噶。如果有時間，其實都可以住多一晚。除咗櫻花路同埋鶴岡八幡宮，鎌倉其實亦都有其他啲景點非常值得大家去探索嘅。不過今次就真係時間有限，所以未能夠納入今次嘅行程裡面噶。咁下一集咧翻到嚟，我哋就會繼續帶大家向西邊走，去到箱根同埋位處靜岡縣嘅御殿場市。唔想錯過嘅朋友就記得點讚、訂閱同分享我嘅頻道啦。希望大家中意呢一次嘅分享，我哋喺下一集嘅內容再見，拜拜。